再来看高雄有民众哦，昨暗去南仔溪一间连锁的早顿店买年茶，却看到年茶内底有一支美工刀哦，佮把相片铺伫网络。今仔早起店家看到媒体，就赶紧甲铁门扭落来。后来卫生局去稽查，嘛无要开门。总公司是表示讲，已经有联络到消费者，会来加强辅导店家对员工来进行训练。这杯已经要啉到了的牛奶茶，经常出现一支美工刀，泡伫牛奶茶内底，刀片还佫有生鲜，甲消费者惊一条，甲这相片抛去社群，提醒其他的人都要注意。很大的疑虑啊！怎么说？因为这么大的东西，店员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嘞？对不对？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啊，尤其是对这种食安问题。自己在做就是也有可能啊。本来整只这个我就觉得我还从没有看过了。真侪人食早顿拢会买饮料，所有人啉到美工刀的牛奶茶。有民众质疑店家管理有疏忽，嘛有民众怀疑这么大支的美工刀哪会看袂到？有怀疑讲店家是逢恶作剧，再是前往店家营业中的店，看到媒体甲大门扭落来。过2点钟，卫生局来稽查，嘛无人应门。初步了解，有可能是店员的疏忽。公司已经有跟消费者联系上了，那后续的做赔偿或者一些补偿，公司都会后续再跟消费者去沟通。总公司商品部回应事件初步研判是单一店家流程操作有问题，后续会加强这间店的教育训练，嘛已经甲消费者联络，会来讨论着赔偿的事宜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报道。